拉玛齐努，拉玛齐努，真见则为，拉玛齐努。那么这样了之后，在这边呢，朗伊寺呢，就这个800多年之间呢，朗伊寺的这个发展的变故，以后肯定会出现了很多。刚开始呢，就以前的老一辈的这些高僧大德，和我的上师，他们都在讲，以前的朗伊寺的这个寺院，在刚开始修建这里修建第一个刚开始修建的时候，这里寺院呢，里面只能容下50个人，刚开始是很小的。那么这样了之后，开始逐步的在改善，因为也是历代活佛们的就是努力，也是这个寺院的这个每一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管理人员他们的努力之下，他们就是发展。那么这样了之后呢，现在我的话第39代，那么这个之前的话总共是，这个朗伊寺的第29代的时候呢，从这里搬迁到现在的朗伊寺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以前呢，在家和出家所有都一起这里念经祈福。那么就是29代，这个仁钦坚赞呢，他就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的时候呢，是一个骑着一个白色的马，也是一个穿着白色的衣服，也是一个就肤色也是很白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骑着一匹白色的马，然后就过来了之后呢，这个人拿了一个佛像，这个佛像呢是涅美大师的佛像，然后就送给了朗伊寺的第29代，叫仁钦坚赞大师，然后就送给他了之后呢，就是他就心里在想，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这样的梦，这是啥旨意然后他也打坐在观禅。那么这样了之后呢，正好是上午呢，有个人穿白色的衣服的一个人，就是昨天晚上他所梦见的这个佛像，他就拿过来给这个人进朗伊寺的第29代活佛了。那么这样了之后呢，他就观禅，然后就是他在想这是什么一个姿势。但是这样了之后呢，他就发现原来是朗伊寺这边呢，开始要修建僧侣和这个出家和在家分开来弄那样的他的给他一个这个指示。当时这个晚上所梦见的这个人也好，或者说白天送的那个人，他是我们这个本教的深山之首，就叫做马钦本然。马钦本然，阿尼玛钦神山那个神山就叫做马钦本然，那个神山呢，就是表示着那个神来给他送的，也就是他的旨意，让寺院呢叫成为一个僧侣的寺院，并不是一个混在一起的一个寺院。那么这样了之后呢，活佛就知道是个这样的一个旨意，他就完了之后，他就带着随从，就往那个现在的寺院那个方向去看，到处都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修建这个寺院的位置，那倒非常不错，哎，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水是有问题的，然后当时就找不到水。那么找不到那个周边都没有水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寺院虽然修建那个地方倒是挺好的，以后也一定会能好好的能发展的一个地方，但是
没有水源要生活，那怎么办呢？那以前他们就不懂得挖井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心里就很失落的那样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寺院那边从过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小山沟，那个小山沟里面有一个泉水。当时过来的时候呢，正好活佛呢，他当然是说是这个可能有点神话了，但是当时过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龙女拿着一个黄铜做的一个勺子，里面就一勺水，拿着那里等着这个活佛过来。然后活佛过来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勺子里的水倒出来了之后，就给这个活佛说：“你不用失落，您那里就是哪怕是有上千个僧侣，我用这个勺子里的水，我能供养这个僧侣，所以你就不用失落。”这样给活佛说了之后，他就非常高兴啊，我就终于我能把这个水源就找到了。这样了之后这个开始就往那边修建寺院的时候，正好这个地方就开始出来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藏语就叫做国切，过去，然后但是呢，我们平时说的叫过去，但是藏文文字上面写的时候呢，就写成叫滚切，滚是很少的意思，切是水的意思，很少的水的意思。那么这个很少的水的意思了呢？那这个很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时那里是只有一点点水，就好像是有个这样的一个怎么就是一个这个水沟，然后一点一滴一滴的，就只有一个滴的那种的水。但是那个活佛就是那个遇见这个龙女了之后呢，之后就开始他就打算往那边修建的时候，开始那个水就开始多起来了。那就是说明这意思就是说，这个龙女就帮助这个寺院的这个僧侣们的这个饮水的问题，这个龙女就是供上了。那么这样了之后，我们寺院呢，每年夏季的时候，专门为他念经祈祷一个礼拜，然后帮他就是念龙王经，帮他加持，帮他念经，啊，这样了之后就开始修建了这个老鹰寺。到现在的话呢，开始一步一步的在好的方向发展吧。